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佢寧願當年坐監嗰個人係自己。呢句說話唔係電影對白，而係一個凌晨3點嘅香港私房菜館入面，謝霆鋒推開面前杯酒，對住一個空蕩蕩嘅包廂講出嘅最後一句話。嗰晚桌上嘅威士忌早已經冰融水淡，門外係隨時準備捕捉佢崩潰瞬間嘅狗仔鏡頭，而包廂裏面只剩低一個40幾歲男人最徹底嘅失控。曾經嘅謝霆鋒係一個頂住全香港罵聲都要喺街頭砸爛吉他嘅狂人，佢亦係一個背負住億萬人目光都要同一個大自己11歲嘅女人喺世紀閃光燈下牽手嘅男人。嗰陣嘅佢以為自己贏晒，以為愛情可以推倒世間所有規則，以為自己用20年執念築起一座無人可以攻破嘅城堡。但直到嗰個風雨交加嘅夜晚，大仔 Lucas 喺醫院病床上燒到昏迷不醒，迷迷糊糊之間佢喊出嗰聲爸爸，但嗰個爸爸佢唔係叫謝霆鋒。嗰一刻，鎂光燈下嘅傳奇終於落幕，剩低嘅只係一個被命運狠狠打倒嘅失敗者。20年前佢以為自己離開嘅只係一段已經死去嘅婚姻，但20年後佢先發現自己真正斬斷嘅係3個孩子本來應該擁有嘅陽光童年。那個永遠帶住黑超用冷漠擋住全世界嘅謝霆鋒，終於喺呢個深夜脫低咗自己穿咗一世嘅盔甲。佢贏咗世紀愛情，但亦輸咗成為一個父親嘅資格。呢個唔係娛樂新聞裏面輕描淡寫嘅分手離合，而係一場長達20年靈魂深處嘅拉扯。當年嘅狂妄變成今日嘅負擔，當年嘅灑脫變成如今無法承受嘅痛。佢曾經以為留低記憶資產嘅信託基金俾孩子最頂級嘅資源就可以填補父親呢個位置，但後來先明白，孩子真正想要嘅從來唔係天價財富，而係深夜裏面有人幫佢哋蓋好被，係一個真正屬於父親嘅肩膀。當 Lucas 第一次面對鏡頭講出嗰句佢配不上我嗎？當 Quintus 喺學校家長會上眼神變得黯淡，謝霆鋒先突然醒覺，自己喺廚房裏面煮過無數令人驚嘆嘅美食，但自己嘅人生卻煮出咗一道最苦澀嘅菜。呢個曾經不可一世嘅男人，終於喺40歲之後迎來命運最嚴厲嘅審判。佢用20年去愛一個女人，以為嗰份愛會成為自己嘅救贖，但原來呢一次早已經變成一場無法逃避嘅宿命輪迴。而嗰2個喺陰影裏面長大嘅孩子，早已經喺佢睇唔到嘅地方慢慢關上咗屬於自己嘅門。真正最毒嘅從來唔係穿牆嘅砒霜，而係包住糖衣慢慢滲入人生嘅宿命。20年前嘅加多利山深夜空氣裏面充滿濕冷霧氣，年輕嘅謝霆鋒緊緊拖住王菲隻手，喺數百部相機閃光燈之下昂首面對全世界。嗰一晚震動整個華人圈，亦開啟咗一段長達20年嘅人生轉折。所有人當時睇到嘅都係2個唔羈靈魂嘅完美結合，睇到佢哋喺北京4合院裏面過住屬於自己嘅煙火生活，睇到佢哋避開世俗眼光喺半山別墅裏面煮茶聽雨。嗰陣嘅愛情被形容成超越世俗嘅自由，2個曾經受過傷嘅靈魂終於喺對方身上揾到自己一直追尋嘅歸屬。但係命運送俾你嘅禮物從來都會暗中標好代價。當謝霆鋒沉浸喺沉香裊裊嘅寧靜裏面，當佢喺廚房認真煎牛扒，想用自己嘅溫柔撫平身邊女人內心嘅冷清。幾千公里之外嘅香港，另一扇窗後面卻上演緊完全相反嘅人生。嗰度係一個被佢轉身留低嘅世界。深夜嘅客廳，窗外暴雨傾盆，張柏芝抱住高燒40度嘅耳仔，跌跌撞撞衝向醫院。佢冇着鞋，頭髮凌亂，眼神裏面全部都係無助同絕望。佢一次又一次撥打嗰個熟悉號碼，但電話裏面傳來嘅只係冰冷嘅機械聲音。你所撥打嘅用戶暫時無法接通。嗰一刻，呢把機械聲就好似一把鈍刀，一下又一下割喺一個母親最無助嘅心入面。同一片天空之下，一邊係詩與遠方嘅浪漫愛情，另一邊係柴米油鹽裏面嘅現實掙扎。謝霆鋒以為自己只係選擇咗一段更加純粹嘅感情，但佢唔知道，當佢轉身追逐自己眼中嘅極光嗰一刻，另一邊嘅女人就已經獨自帶住2個孩子走入漫長寒冬。有人話風飛戀係娛樂圈最後嘅童話，但冇人知道呢個童話底下鋪滿嘅係一個母親嘅眼淚同2個孩子缺席嘅童年。謝霆鋒可以俾王菲無微不至嘅偏愛，可以陪佢享受屬於2個人嘅世界，但佢卻俾唔到兒子一個完整嘅周末。佢可以喺節目裏面為王菲準備複雜精緻嘅法國料理，但卻慢慢忘記大仔最中意食邊一種水果。呢種巨大反差隨着時間流逝慢慢變成一根刺。每當深夜安靜落嚟，謝霆鋒望住身邊熟睡嘅女人，心裏面某個位置都會突然抽痛。嗰種痛冇辦法向任何人解釋，因為佢深愛住眼前呢個女人。王菲係佢認為嘅靈魂歸宿，但同時佢亦無法忘記自己身體裏面流住嘅血脈。香港某個角落，嗰2個慢慢長大嘅孩子，第一次學行，第一次泳牙，第一次領獎。人生每一個重要時刻，父親的位置都只剩低一片空氣。佢用最深情嘅方式愛咗一個女人20年，但唔知不覺之間卻成為另外2個人生命裏面最陌生嘅過客。愛情越偉大，缺席就越諷刺；愛得越剛烈，留下嘅傷口就越深。佢贏咗同世俗嘅戰爭，贏得咗所有人嘅羨慕，
但喺血脈嘅審判面前，佢卻好似被判咗一生都解唔開嘅枷鎖。呢份愛究竟係靈魂嘅救贖，定係命運最殘忍嘅安排？時間從來唔會因為你係巨星就對你手下留情，佢只會靜靜睇住曾經嘅傷口一點一點變成無法修補嘅遺憾。喺孩子仲細個嗰陣，謝霆鋒一直以為錢可以解決世上9成遺憾，所以佢好早就準備好價值數億嘅房產信託基金，將鋪位、股票、豪宅全部放入孩子名下。佢告訴自己，呢個已經係一個父親可以給予最大嘅保障。但佢後來先明白，孩子嘅世界裏面根本冇所謂信託基金，佢哋真正等嘅只係屋門打開嗰一刻，聽到一句我返嚟啦。細個嘅 Lucas 曾經非常崇拜自己爸爸，佢會坐喺電視機前指住舞台上面嗰個不斷唱歌跳舞嘅男人，然後驕傲咁同所有人講，嗰個係我爸爸。嗰一刻，爸爸喺佢心裏面就係一個英雄。但隨着年紀慢慢長大，電視裏面嗰個光芒萬丈嘅男人依然只停留喺電視裏面，現實入面嘅見面越來越少，每一次相處都好似一場安排好嘅行程，有禮貌，有距離，甚至帶住一種令人窒息嘅陌生感。有一年 Lucas 生日，謝霆鋒推開晒所有工作，專程返香港。佢準備咗昂貴禮物，準備咗最頂級蛋糕，坐喺客廳裏面等住俾兒子一個驚喜。但當13歲嘅 Lucas 推門入屋，謝霆鋒等到嘅唔係開心，唔係激動，而係一種超過同齡人嘅平靜同疏離。嗰個曾經眼裏面有光嘅少年，只係輕輕叫咗一句爸爸，然後脫低鞋，轉身行入自己房間，關上門。嗰一下關門聲就好似一記重錘，狠狠撞落謝霆鋒心裏面，甚至比當年舞台下面幾萬人嘅噓聲更加刺耳。佢企喺豪華客廳中央，手裏面仲拎住未拆開嘅禮物，第一次感覺到一種深入骨髓嘅寒意。佢贏過無數音樂獎項，攞過影帝，成為無數人眼中嘅傳奇，但喺自己兒子眼中，佢可能只係一個拎住藥匙嘅陌生人。至於二仔 Quintus， 對於爸爸嘅記憶更加模糊。喺佢成長嘅世界裏面，爸爸呢兩個字唔代表日日出現嘅陪伴，而係報紙上面高高掛起嘅標題，係媽媽夜晚偷偷抹眼淚嘅身影。有一次，記者喺街頭問剛剛返學嘅 Quintus 想唔想爸爸？呢個懂事到令人心痛嘅孩子沉默咗一下，然後輕輕笑咗笑，講媽媽對我好好，冇責怪，冇埋怨，甚至冇一句抱怨。但正正係呢份過分懂事，先係最沉重嘅控訴，因為呢代表孩子已經唔再期待，亦已經習慣。成長路上冇一個叫謝霆鋒嘅男人。心理學裏面有句話，最深嘅絕望唔係恨，而係不在乎。當一個孩子唔再因為父親離開而喊，唔再因為父親出現而期待，其實代表嗰扇門可能已經慢慢關上。謝霆鋒可以打通最頂級社會資源，可以買下半山最貴豪宅，但佢永遠買唔返10歲之前陪孩子睇動畫片嘅夜晚，買唔返第一次教孩子踩單車時手掌傳過去嘅溫度。呢啲被時間偷走嘅細節，就好似埋喺歲月深處嘅炸彈，靜靜等待爆發。直到有一日，少年長大，站到比佢更高嘅位置，用一種平靜又陌生嘅眼神回望呢個曾經驕傲一世嘅男人。嗰一刻，謝霆鋒先真正明白，自己以為俾孩子嘅係保護傘，但其實留低嘅可能係一段永遠唔敢向別人提起嘅童年。喺呢場3個人嘅宿命大戲裏面，好多人習慣將張柏芝寫成一個受害者，一個被時代拋棄、被愛情傷害嘅女人，但所有人都低估咗呢個女人嘅堅強同狠勁。如果話謝霆鋒嘅愛係懸喺半空中嘅雲，咁張柏芝嘅愛就係踩住泥濘裏面翻滾嘅巨浪。當年菲律賓小島上面嗰場婚禮，陽光、煙花，兩個年輕又驕傲嘅靈魂。張柏芝以為自己嫁俾嘅係愛情，係自己一直等待嘅救贖。佢曾經以為為了呢個男人，自己可以放棄整個世界嘅繁華，可以面對所有風浪。但命運嘅劇本從來都唔會照人預想發展。當風暴突然襲來，當全世界嘅冷眼同嘲笑好似暴雨一樣撲向佢哋，謝霆鋒選擇用工作逃避，但張柏芝選擇用自己嘅身體同意志硬撐。離婚嗰一晚嘅香港，暮氣沉沉。當離婚協議書上面簽落最後一個字，謝霆鋒以為自己終於離開咗一場噩夢，以為自己俾咗對方自由，亦俾自己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但佢冇想到，呢個被自己放低嘅女人，竟然喺廢墟之上慢慢築起一座屬於自己嘅鋼鐵堡壘。整整10年，當謝霆鋒喺自己嘅世界裏面尋找平靜，當佢同王菲喺4合院裏面談詩談遠方，另一邊嘅張柏芝就喺香港最普通嘅生活裏面進行一場近乎殘酷嘅堅持。無數個深夜，狗仔鏡頭記錄低一幕又一幕。張柏芝左手抱住發高燒嘅耳仔，右手牽住懂事嘅大仔，肩膀背住巨大嘅母嬰袋，一步一步行。雖然腳步疲憊，但眼神依然堅定。嗰個曾經喺銀幕上面光芒四射嘅影后，臉上已經冇晒當年嘅嬌艷，剩低嘅係歲月留下嘅疲憊同滄桑。佢會喺街市裏面為了幾蚊錢同老闆講價，會凌晨3點起身準備孩子第2日返學嘅午餐，會喺孩子生病住院嗰陣幾日幾夜守喺病床旁邊。佢唔係一個完美嘅聖人，性格裏面亦有衝動，亦有缺點，但喺母親呢個身份上，佢用一種近乎瘋狂嘅堅持替謝霆鋒承擔咗
原本應該有兩個人一齊承擔嘅責任，佢將所有委屈、所有不甘全部吞落肚，然後化成養大兩個孩子嘅力量。謝霆鋒以為自己留低嘅巨額財富係對孩子最好嘅補償，但張柏芝卻用行動俾咗呢個男人最重嘅回應。佢冇依靠嗰啲信託基金，而係靠自己接工作、拍廣告、做直播、買衣服，拼盡全力賺錢。佢想證明一件事，就算冇謝霆鋒，呢個家一樣可以撐落去；就算冇一個父親陪喺身邊，自己嘅孩子一樣可以健康成長。但呢份堅強背後，其實藏住兩種最複雜嘅情緒，一邊係心愛，另一邊係無法釋懷嘅傷痛。每一次謝霆鋒喺電視裏面見到張柏芝帶住兩個孩子笑得開心，心裏面都會升起一種難以形容嘅恐懼，因為當年嗰個離不開佢、需要依靠佢嘅女人，已經慢慢變成一棵深天大樹，而曾經站喺中心位置嘅自己，反而變成咗呢個家庭裏面最陌生嘅外人。謝霆鋒對張柏芝嘅感情，亦經歷咗巨大變化，有最初嘅逃離，到後來嘅理解，有曾經嘅不滿，到中年之後嘅愧疚。佢終於承認喺人生呢場考試裏面，那個曾經被自己認為脆弱嘅女人，其實交出咗滿分答卷，而自己呢個一直覺得無所不能嘅男人，卻輸得徹底。張柏芝用10年經歷築起一面巨大嘅鏡，照出謝霆鋒面對家庭責任時曾經嘅逃避同埋不足。佢從來冇喺媒體面前公開講謝霆鋒一句壞話，但佢照顧孩子嘅每一個細節，每一次笑容，都好似無聲咁講出咗命運最後嘅判詞。最殘忍嘅安排就係命運另一個最想逃離嘅男人，餘生都活喺愧疚裏面，而那個承受最多痛苦嘅女人，卻喺歲月裏面慢慢得到真正嘅自由同新生。喺呢場三個人嘅宿命大戲裏面，好多人習慣將張柏芝寫成一個受害者，一個被時代拋棄、被愛情傷害嘅女人，但所有人都低估咗呢個女人嘅堅強同狠勁。如果話謝霆鋒嘅愛係懸喺半空中嘅雲，咁張柏芝嘅愛就係踩住泥濘裏面翻滾嘅巨浪。當年菲律賓小島上面嗰場婚禮，陽光、煙花，兩個年輕又驕傲嘅靈魂。張柏芝以為自己嫁俾嘅係愛情，係自己一直等待嘅救贖。佢曾經以為為了呢個男人，自己可以放棄整個世界嘅繁華，可以面對所有風浪。但命運嘅劇本從來都唔會照人預想發展。當風暴突然襲來，當全世界嘅冷眼同嘲笑好似暴雨一樣撲向佢哋，謝霆鋒選擇用工作逃避，但張柏芝選擇用自己嘅身體同意志硬撐。離婚嗰一晚嘅香港，暮氣沉沉。當離婚協議書上面簽落最後一個字，謝霆鋒以為自己終於離開咗一場噩夢，以為自己俾咗對方自由，亦俾自己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但佢冇想到呢個被自己放低嘅女人，竟然喺廢墟之上慢慢築起一座屬於自己嘅鋼鐵堡壘。整整10年，當謝霆鋒喺自己嘅世界裏面尋找平靜，當佢同王菲喺四合院裏面談詩談遠方，另一邊嘅張柏芝就喺香港最普通嘅生活裏面進行一場近乎殘酷嘅堅持。無數個深夜，狗仔鏡頭記錄低一幕又一幕。張柏芝左手抱住發高燒嘅兒仔，右手牽住懂事嘅大仔，肩膀背住巨大嘅母嬰袋，一步一步行。雖然腳步疲憊，但眼神依然堅定。嗰個曾經喺銀幕上面光芒四射嘅影后，臉上已經冇晒當年嘅嬌艷，剩低嘅係歲月留下嘅疲憊同滄桑。佢會喺街市裏面為了幾蚊錢同老闆講價，會凌晨3點起身準備孩子第2日返學嘅午餐，會喺孩子生病住院嗰陣幾日幾夜守喺病床旁邊。佢唔係一個完美嘅聖人，性格裏面亦有衝動，亦有缺點，但喺母親呢個身份上，佢用一種近乎瘋狂嘅堅持，替謝霆鋒承擔咗原本應該有兩個人一齊承擔嘅責任。佢將所有委屈、所有不甘全部吞落肚，然後化成養大兩個孩子嘅力量。謝霆鋒以為自己留低嘅巨額財富係對孩子最好嘅補償，但張柏芝卻用行動俾咗呢個男人最重嘅回應。佢冇依靠嗰啲信託基金，而係靠自己接工作、拍廣告、做直播、買衣服，拼盡全力賺錢。佢想證明一件事，就算冇謝霆鋒，呢個家一樣可以撐落去；就算冇一個父親陪喺身邊，自己嘅孩子一樣可以健康成長。但呢份堅強背後，其實藏住兩種最複雜嘅情緒，一邊係心愛，另一邊係無法釋懷嘅傷痛。每一次謝霆鋒喺電視裏面見到張柏芝帶住兩個孩子笑得開心，心裏面都會升起一種難以形容嘅恐懼，因為當年嗰個離不開佢、需要依靠佢嘅女人，已經慢慢變成一棵深天大樹，而曾經站喺中心位置嘅自己，反而變成咗呢個家庭裏面最陌生嘅外人。謝霆鋒對張柏芝嘅感情，亦經歷咗巨大變化，有最初嘅逃離，到後來嘅理解，有曾經嘅不滿，到中年之後嘅愧疚。佢終於承認喺人生呢場考試裏面，那個曾經被自己認為脆弱嘅女人，其實交出咗滿分答卷，而自己呢個一直覺得無所不能嘅男人，卻輸得徹底。張柏芝用10年經歷築起一面巨大嘅鏡，照出謝霆鋒面對家庭責任時曾經嘅逃避同埋不足。佢從來冇喺媒體面前公開講謝霆鋒一句壞話，但佢照顧孩子嘅每一個細節，每一次笑容，都好似無聲咁講出咗命運最後嘅判詞。最殘忍嘅安排就係命運另一個最想逃離嘅男人，餘生都活喺愧疚裏面，而那個承受最多痛苦嘅女人，
卻喺歲月裏面慢慢得到真正嘅自由。童先生，